顯品牌含蓄優雅嘅特色。細說名牌名錶會 Sharkido 雅克德羅。大家好，我係黃德林。佔中引發嘅示威進入第8日，金鐘海富中心通去政府總部嘅天橋，有示威者移開部分路障。喺海富中心通去政府總部嘅天橋，有集會人士將連日嚟用鐵馬砌成嘅路障移走，騰出大約2米嘅通道，俾政總人員出入。有職員就用通道離開政總。期間有行政署職員要求將通道加闊，有集會人士就拒絕，雙方一度理論。另外，特首辦外挨晚有示威者撤走，但仍然有集會人士堅持唔肯走。而龍和道已經全線恢復通車。挨晚大約6點，有示威者話已經係取得大部分集會人士嘅共識，自願撤離特首辦，並且同警方握手。之後開始拆走部分綁埋一齊嘅鐵馬，重開龍和道行車線。不過另一批示威者就不滿撤走嘅決定繼續留喺路面靜坐。社民連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夜晚到場，提醒集會人士有機會被捕。喺清場嘅時候有機會拘捕你嘅，大家要記住，直到今日為止，無論你叫做和平佔中又好，叫做佔領運動都好，我哋嘅基本嘅立場係，我哋係唔會使用暴力嘅。即係話，我哋雖然間唔能夠阻止暴力，因為即使我哋唔使用暴力，其他人都可以使用暴力，就好似旺角咁樣。但係我哋係唔會用暴力去對待我哋嘅對手嘅，除咗自衛之外。而連日喺旺角集會嘅人士，挨晚決定撤離，轉去金鐘繼續集會，亦都有人反對，話會繼續留喺旺角。我哋有一班嘅義工，我哋決定去支援金鐘嘅市民，去爭取我哋嘅真普選、真民主。我哋嘅呢個決定，我經過咗超過3日嘅考慮，基於並唔係我哋懦弱，我哋係唔想咁多位市民有流血嘅事件發生。我覺得依家金鐘嗰邊已經好多人已經俾啲左派去滲入咗去叫大家去撤離金鐘。我自己就會決定係堅守喺旺角嘅。如果大家有睇新聞嘅話，你會見到旺角嘅市民學生係俾警察好暴力咁去清場。我覺得我哋自己作為學生，大家要團結一齊去保護翻大家嘅學生，而唔係任俾黑社會喺度打我哋啊！另外喺旺角集會嘅地點，有集會人士不滿有人嘗試拆走帳篷，佢哋用手撐起帳篷。期間有人跌咗落地，報稱頸部受傷，要求由救護車送院，佢之後俾警方帶走。學聯澄清並未呼籲撤離旺角佔領區，呼籲市民留低。而學民思潮亦都發出聲明，話冇呼籲市民撤回金鐘。學聯夜晚發出聲明，話尊重市民去留嘅決定，重申每一個佔領區都係重要嘅陣地，亦都係港人同政府談判嘅籌碼。呼籲所有喺旺角參與佔領嘅市民喺得到實質談判成果之前，繼續留喺陣地。聲明同時話，佔領者應該以安全為重，必要嘅時候暫時離開現場。學聯就話會繼續佔領行動，亦都同時開展同政務司司長公開討論嘅籌備工作。而啱啱政府佢哋派代表去聯絡學聯，希望討論有關公開對話嘅可能同埋細則。但我哋見到，未知道政府其實最終係咪會懸崖勒馬，願意承擔翻維持佔領區治安嘅責任，呢一點仍需觀察。所以而家學聯嘅代表，充其量只能夠展開同政務司司長代表嘅籌備委員會會議，進行前期工作。
會上邊只會討論稍後展開公開對話嘅細則同埋形式，絕對唔會就住政改嘅內容作討論。而政府必須要就住暴力事件嚴正執法，同埋停止武力清場，否則我哋唯有擱置籌備工作。佔領者亦必然會認為政府毫無誠意，佔領運動必須繼續。全國政協副主席、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就發出聲明，佢呼籲學生盡快撤離示威區。董建華喺聲明入邊話，已經係清楚聽到學生對民主嘅訴求，理解佢哋對理想嘅執着，但係街頭抗爭有預見唔到嘅複雜變化，影響學業前途，更加係會危及到安全。董建華話自己係憂心㗎，呼籲學生盡快撤離示威區。佢話民主基石係法治，呼籲學生拎出勇氣同埋智慧，了解唔同嘅意見，以多元視野謀求共識。政府同學聯就分別發表聲明，話願意展開對話，不過雙方都各自提出條件。佔中最終能唔能夠和平落幕呢？一度各自嘅對話，學聯星期六晚集會之後話願意重開。政府中午發聲明回應，話只要學聯願意，對話大門一直係打開嘅。不過有2點希望相關團體配合，包括開通行去政府總部嘅行人天橋，以及係通往特首辦同政總西翼、龍和道同添華路嘅路口，使到大約3000個政府人員星期一能夠恢復返工，政府總部可以恢復運作。另外要開通金鐘一帶嘅主要道路，減少對交通嘅影響。學聯先後發2份聲明回應，話係咪開放佔領道路唔應該影響雙方對話嘅籌備。佢哋又話通往政府總部嘅天橋一直都係打開，批評政改問題未有實際成果，要求佔領嘅人撤離難以服眾，希望政府展示對話嘅誠意。學聯話如果警方妥善處理各佔領地點，贊成同反對佔領市民之間嘅衝突，學生願意立即同政府重開對話，強調佔領運動絕非革命。而對話嘅唯一議題就係政改，聲明冇再提及要求警方徹查日前旺角衝突嘅條件。據了解，示威團體打算先開放金鐘道嘅電車路，政府就期望盡量開通附近嘅道路，越多越好。警方喺記者會上就被問到會唔會清場，我哋會睇個事態嘅發展啦，因為而家不停喺度變嘅，咁我哋會評估形勢，適當時候呢，我哋會採取適當嘅行動嘅。你哋會話係一切適當嘅行動啦，究竟係有定冇，會定唔會用呢個催淚彈同埋用呢個橡膠子彈呢？或者又重申啦，咁就任何嘅行動呢，都係基於當時當地發生嘅情況出現嘅。警方呢係有一套好嚴謹嘅武力使用守則。佢話在場指揮官會因應實際嘅情況決定行動。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教育局就決定中西區同埋灣仔嘅中學聽日復課，而小學同埋幼稚園就繼續停課。而因應復課嘅安排，城巴將會加設40M 號特別班次。中西區同灣仔嘅學校因為佔中引致多處封路，已經停課4日。教育局決定由星期一起，中學先復課，而小學、幼稚園同特殊學校繼續停課。若果情況許可嘅話，會盡快安排復課。經過整體嘅考慮之後，包括學校、家長盡快復課嘅訴求、學校預備復課嘅安排、替代巴士路線同埋學生上學學習嘅需要，教育局決定灣仔同埋中西區學校係分階段復課。因應復課，運輸署話南區前往中西區學校嘅上課日巴士服務會恢復行駛，城巴亦都將會加設特別班次40M 前往中西區，但部分嘅巴士路線仍然停駛或者係改道。運輸署就建議灣仔區學校嘅師生盡量用鐵路返學，亦都請佢哋預先計劃行程，並且聽日係提早出門口，同埋預留額外嘅行程嘅時間。各位駕駛人士呢，如果你哋明日早上係如非必要的話呢，請你哋唔好揸車過嚟香港島，特別係仍然受影響嘅地區同埋一啲嘅學校區。運輸署又話已經同校巴業界會面，講解最新路面情況，家長有疑問可以向佢哋查詢。無線電視記者宋子豪報道。而家先休息一陣，轉頭返嚟仲有佔中嘅相關消息。
Super 2到極，連首次貸款都無需任何證明文件，只要出示身份證同手提電話就申請得。新會員成功貸款即獎現金500。包文 Promise 易借易還。英智戀高度潤面膜系列提供修護、保濕、美白、緊緻、減紋5大功效，日日敷用散發戀愛肌。而家買2件仲有7、5折添，屈臣氏獨家發售。英智戀。基因遺傳決定一生，未必。EMP 科學發現，早期優質營養可以影響 BB 終生健康。Nutralon 樂優白金版受 EMP 科學啟發嘅奶粉，早期優質營養有助 BB 全面發展，包括自身防禦力、正常腦部發育同代謝機能，助你為 BB 建立終生健康嘅基礎。智能梳化永久保用，專業訂造款式，信心體貼你心。梳化倉智能梳化，智者之選。好多人話我哋呢一代冇諗過自己想點，咁你話呢？乜都試，只係想揀到啱。望住個 mon 乜都唔做，係乜都可以做。等人話我知，不如自己主動啲。有自己嘅想法，因為我清楚自己嘅目標。恒生 Preferred Banking， 自己財富自己話事。My Preferred Way。流汗係健康生活嘅一部分，要洗走汗味，用納米樂將污漬分解到納米咁細，消除汗味。1小蓋洗晒成機衫，潔白蜜乳納米樂洗衣液，冇晒啲汗味。要牙齒乾淨，由色齒美聲波震動牙刷開始。佢嘅尖頭刷毛深入牙齦，震出污垢，震出深層潔齒力。我用嘅係有尖頭刷毛嘅色齒美聲波震動牙刷。傲自尊蜂王漿令我精神啲，容光煥發，增強體質，保持青春活力。我同老公日日都有食㗎。守護健康，傲自尊。波文 Super 2到極，連首次貸款都無需任何證明文件，只要出示身份證同手提電話就申請得。新會員成功貸款即獎現金500。包文 Promise 易借易還。近年香港係咪靚咗呢？山翠綠啲，植物茂盛啲，物種都豐富啲。不過一場火就將佢哋破壞晒，所以掃墓嘅時候一定要嚴防山火，清除咗墓地周圍嘅雜草，先至燃燒香燭冥鏹，確保火種熄滅晒，至好離開。喺郊區非法生火會被罰款25,000元同監禁1年。零山火，山綠啲，香港靚啲。Official timekeeper of the 17th Asian Games in Cheon 2014。北京，現在嘅時間係晚上9點43分。國際報時係由瑞士天梭標贊助播出。翻嚟新聞時間。運輸業團體慢駛遊行，抗議佔中引發嘅集會造成多處封路，影響生計。還我生計！還我生計！還我法紀！陸上交通運輸業大聯盟發起幾百架的士、小巴、旅遊巴同埋貨車由葵涌貨櫃碼頭慢駛到西九龍抗議，指佔中持續1星期，業界生意少咗2至3成，又認為示威人士唔能夠以堵塞道路作為籌碼。的士司機從業員總會亦發動的士慢駛，只係一句説話，唔該俾條路我哋去行。其實就係咁卑微嘅要求。如果做咁耐嘅堵塞行動呢，係會激發社會市民嘅反感㗎。道路阻塞斷貨源，多個行業亦不滿道路阻塞，影響運送貨物。如果我哋嘅貨送唔到出去，咁唔能夠囤積嘅，因為我哋活鮮食品，只有係減少離貨。減少離貨嘅時候咧，就會可能令到咧係咧個市民大眾咧係更加咧係會買貴貨。佢哋希望佔中行動能夠早日結束，令業界可以盡快恢復生意。
無線電視。